房成嘅6座嘅高層 B 單位，實現面積係466呎兩房，我哋陳太先。單位保留原有嘅裝修，廚房情景處嘅設計，明火煮食。而家身處客飯廳嘅位置，空間闊落，坐向西北嘅開揚景觀，遠處仲可以望到山景。主人房呈長方形間隔，有足夠嘅空間擺放5尺嘅雙人床同埋大衣櫃。睡房呈4方形嘅設計，4尺床、大衣櫃絕對冇難度。兩間睡房坐向東北，開揚嘅市景。而家嚟浴室睇下，明窗嘅設計，方便排走濕氣。介紹完啦，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嘅話，可以 WhatsApp